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1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度风台梅花长逼我台湾，拜一拜二上午，北部、东北部、中部山区会变大雨。今日新冠本土计300外例，中秋节恐惊会阁升悬，其他呼吸道的疾病、传染病，等下病毒嘛等咧增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定伫咧9月19，女王的大厝11会送到爱丁堡。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风台情形。中度风台梅花即阵是伫咧台北东南东方向的海面，正咧向北西沙叮当，也就是讲已经愈来愈逼近咱台湾啊。所以来这2天拜1甲拜2，就是离咱上近的时阵。气象局早起已经发海上警报，所以绿岛、兰屿甲小琉球的船帮是全部拢取消。这游客今日是排队嘛要赶转来本岛。若是陆地警报，就要看风台发展的情形。若是搁压向西，也是暴风反变快，就有可能会发陆地警报。排队要坐船的人是有够多，有上百公尺长，民众拖行李，依次来排队，但要对小琉球坐船转来到本岛。连假最后一天，中度风台梅花瓦群船公司加开航班，为咗民众烦恼，万一风影较大，无到转来，决定提早转来。提早1-2个小时这样。哦，就提早，不担心坐不到船。对。啊。真侪游客对小琉球转来，东港码头拢是转来游客。不过这时阵想要去小琉球的游客是拢无法度去。伊有东流线拜1停航，拜2可能继续停。这件人恐惊到时阵无法度如期转来，只好取消这个行程。整团就全部都取消。整团我们15个人。那现在行程怎么办？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去流浪，他是要去垦丁还是去台东？这是第3次来这个码头，还要回头的，都是遇到台风。气象局在早起8点半对中度风台梅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伊的暴风圈慢慢进入台湾东半部海域。下晡5点半，中心位伫台北东南方的海面，向北西来移动。气象局讲，拜1拜2梅花上挖近台湾，影响是上界明显。提醒国人北海岸、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影发生的机会。明后2天最接近我们，不论是风浪已经增强，或是沿海的强阵风、长浪状况，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活动及安全。这部分要特别留意。到11暗头啊，日累积雨量上悬伫100有内，气象局预估拜1拜2 2天，北部、东北部落雨时间更加长，其他各地也落雨。雨势爱等拜3风台远离才会较缓和。另外，是毋是有机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气象局伫早起指出，这种机会无遐悬，不过爱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出国人拢要返厝团圆，各种交通是断无用。不过，代替园林甲花坛之间的好志，算是对年假的头1天就告终，一直到今日早起要收假才修理好势。到目前为止是有维持正常运作，不过上无已经影响7万人的行程。滨高岛附近的居民出入的交通嘛有受到真大影响，所以代替局长杜眉下晡是到现场确认状况，嘛甲居民会实的。交通部政务处长何尚林甲代替局长杜眉到中华大川中正西路滨高岛确认设备经过维修了后正常运作，也对这摆好几个种引起的不方便向附近居民会实的。这个长达在6-7公里的一个距离啊，需要徒步来去做一个审查。好，那在这边还是要跟这个民众说声抱歉。好，那现在这个状况，我们知道问题在这里，那我们就是来医治它。年假最后一天，台铁彰化站透早就客满人，为少民众烦恼过万分，早就买好票，希望能赶紧坐到车。还会不会怕这样又迟到误点了？会啊，因为我约好跟妈妈吃饭嘛。透早开始，工程人员已经完成滨高道的修理，为发车了后，就伫现场监控，随时用人工来应变，避免佫出现问题。伫站区也加强人工广播甲疏导旅客，代替园林甲花坛之间的号志，为7月开始出现故障，到即马已经第4天，佫拄到中秋连假，代替车站找出原因，确认是列车经过中正西路甲拜登巷滨高道路段的时阵，记得通讯电缆受干扰，造成后置故障显示红灯，影响行车。代替表示，为7月开始，总共影响超过396班车，7万外名旅客。11透早抢修个完成测试，毋过代替产业工会认为，上根本的原因也是人力无够。
我在很少的人的情况底下，我有非常多专业的项目必须要用外包的方式去处理。这代表着我们铁路相关的技术是没有办法掌握的，要留住我们台铁的员工，然后运工机电的人才都要留下来，并且做好技术的传承。代替产业工会表示，为这摆状况就快出来代替无长久精力甲完善的作业措施，专业甲技术皆能外包，无法度将技术甲专业留伫代替体系内底，互大大小小各种影响营运，所无法度为根本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各种疫情的消息。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是因为 BA.5 的变种病毒搁再清悬，现日的本土是有31000多例，29个人死亡，新北占6300多例上介济，其他5都甲彰化县拢已经破1500例啊。而且不止新冠肺炎，有医生是发现讲，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搁有肠仔病毒等等，病例嘛拢当咧增加。12新冠本土确诊个案有31854例，新北上济有6375例，六都甲彰化拢超过1500例，新增加死亡个案29例，拢是重度感染，有28例有慢性病史，20例无注3剂以上疫苗。指挥中心指出，无特殊死亡甲重症个案，本土确诊数甲前一天甲顶礼拜一比起来，小可下降。较昨天减少3740例。那减少了10.5%，那较上周日减少2272例，减少6.7%。年假过后，本土确诊个案是毋是清悬？爱去观察，医所发现除了新冠，最近其他传染病病例也拢出来。以发烧病例来讲，新冠占6成，其他病毒细菌感染是占4成。到急诊的病人，大部分是5岁以下囡仔。小朋友一来的话，爸爸妈妈会直接跟我们讲说，他这几天没有办法吞东西，没有办法吃东西，那这会让我们比较有警觉性，说他有可能会不会是肠病毒这样子。那还有其他的，包括沙门氏菌哦。啊，毋过有的病症头正共款，囡仔无可能会晓表达。爱靠家长来讲，甲医所现场详细看，先透过快筛确认是毋是感染，各位接触史去评估。佮针对囡仔出现的症头，比如落瀉疱疹来诊断，医所提醒家长，互囡仔过来洗手是上基本的防护。做疫苗无法度防止感染，啊，毋过能防止重症。记者综合报道。也拿高雄增订天9日的疫情，今日是个增加4例，计共已经有7个人染病啊，拢是伫同一波警戒范围内。市府这几天是赶紧咧检查积水的环境，掠探病房，计共是有找到52大带病房啊。明仔载继续甲警戒范围内立大消毒。工作人员沿路喷油消毒，连水沟草埔也拢爱消毒。因为高雄增订的天9日疫情继续拓开，卫生局目前已经扩大采检806人，11个增加4例确诊，检验了后拢是天9日第一型病毒，全部拢是同一波疫情的警戒范围之内。目前已经有7例，大概集中在前镇区港山，我们采取3合1的策略就是扩大采检然后消灭病媒蚊那以及扩大环境的整洁。高雄车辆出现第一例病例，市府扩大环境采检4000多个地点，发现其中52个大病房的地点，会继续对警戒范围内13个里扩大清消。他锁住的，还叫警察。卫生局人员搬开当地门口的家具，发现门锁掉咧，准备请警察开锁入来检查喷油啊。除了积水容器无流动的沟仔，外部环境清消，烦恼疫情民众也家己居家消毒。厝内是便当箱，阮就拢有咧消毒啊啦。便当箱，阮就拢有用迄种消毒水啥的，拢有咧消毒啊。高雄目前是天9日疫情流行期，除了提醒民众注意居家环境，若发烧、关节筋脉痛、红疹这症头，要赶紧看医生。民众入境了后5天内，或者是发病2天内，要主动通报确诊，市府会颁奖金2500，希望鼓励民众主动去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消息，头先来看台北市。顶日啊，清关1号的工会对象公要诉案，煞引发争议。落尾卫福部是随放令用药的对象。即阵国民党是批评讲，卫福部是甲陈时中讨论过才改变规定，讲陈时中根本就是地下部长。针对这件代志，陈时中是强调讲，伊无迄个胆去做地下部长，嘛袂去干涉医疗政策。
也若是郭文哲甲无党籍的黄珊珊，拢是指出蒋万安咧做立委，煞无在调整陈时中甲执政党。过来行基层博感情，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再去到北投来参拜，祈求疫情早日退散。不过最近公费清关一户限缩使用对象，引发大家反对。卫福部随即修正放宽条件。国民党批评陈时中是地下部长，这出现政策大洗碗。陈时中是强烈反击。我哪批党是地下部长？我仍然站在这里，我不会是地下部长，也不能也不会去指导卫生福利部做任何的事情，毕竟人已经不在这个位置。哪一天我也会变成地下部长，就是已经死了之后，这个都完全都是外界在揣测啦。另外，对着台北市长郭文哲用网仔顶牛角来讲蒋万安伫立法院的文静的表现，认为蒋万安顶陈时中顶无法，共款是市长参选人的黄珊珊是认为蒋万安无法度来执行执政党。蒋万安委员他其实在立法院问政，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办法制衡当现在的执政党嘛。对于台北市的问政，为台北市发声的机会好像也不多，所以我觉得台北市也对他的问政内容蛮陌生的。这是牛角的问题哦，而且其实台北政府跟中央常常在很多政策上面也是狗吠火车，所以也凸显了民进党政府的阿爸。台北市三家都竞争激烈，起步的话题是继续发酵。对此黄珊珊批评，台北即阵面临真侪挑战，像是民生经济、高龄化、甲囡仔生少这议题，台北市民上无关心的就是起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新北有一个2岁查某囡仔恩恩，因为染到新冠肺炎被护去病院救无转来。恩恩的老爸中秋伫咧面册刊文章，说出想囝心情。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就答应讲，若是当选市长，就会建立以新北为主的紧急救护系统。也若是伊的对手，也就是现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伊理解家属的心情，嘛一直拢有在配合调查。新北市2岁囡仔恩恩为着病毒来过身，拄着中秋节，恩恩爸爸也伫面册发文抒发对恩恩的思念。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对此表示不甘，批评市长侯友宜应该负起责任。作为一个市长，他是防疫指挥官，他要负起这个责任，而不是很廉价的去说，他感同身受，有点虚伪啊。事实上也是很粗暴的行动。林佳龙解释，恩恩爸爸一句“阮即阵毋敢住伫新北市”，也说明恩恩的过身对厝内底人造成的创伤甲阴影。也答应，若是当选市长，一定要来公布真相。成立公正调查小组，也建立以新北为主的紧急医疗救护网，互亲像恩恩的事件莫阁发生。家属的一个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那我们目前所有相关的资料都已经报给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报给法院。那监察院我们都配合在调查中。侯友宜强调，会理解恩恩家属的心情，对着监察院立案来调查，传出会在9月下旬约询新北市副市长林佳龙是呼吁，侯友宜是新北防疫最高的指挥官，应该出面来接受监察院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团圆食饭，袂少人因为欢喜，就会加减饮一杯。食酒是无要紧，不过若是食酒了后，搁赛车，就是万万不应该。高雄连假这几天，就掠着几落的食酒赛车民众，其中有一个驾驶是连续抢几落的红灯，因为惊这个驾驶起掠狂，所以警方是严请要求驾驶落车。伊的酒测验率毋若超标，驾驶本身阁无驾照，警方是随开6张罚单，才有公共危险罪甲上办。其他把提醒对向高速弄红灯的车，远景马上转外对去哩，煞看到驾驶搁连续弄红灯甲红灯正反，一路为高雄高山区华夏路、约甲中华1路甲美术东5路，才停落来等红灯。2个远景马上就来陪请要求落车检查。这多落车就闻到酒味，马上酒测。来超标吼，左车子0.26。严警为避免违规驾驶冲撞，立即拔枪，喝令下车受检。
22岁姓布拉驾驶除了酒后赛车，伊共用危险罪嫌上班，佮避开无照驾驶酒后赛车，酒驾扣牌2年，红灯正罚2张挡红灯，总共6张的罚单。这案件发生在7月透早3点外，24小时进行中秋假期第天透早3点，另外区也同款的案件。停车！停车！这驾驶因为车驶不稳，顺路警车叫伊爱靠边受检，煞无人配合，同款一落车就骗到酒味。小姐，你这样真的很危险。没有啦，我注意道路大众。没关系，停下来就好，你停下来就好，停下来就好。还好没有出事情，还好没有出事情。酒精浓度测试超过标准值0.25毫克，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就亲像原警所讲的，好佳在有停落来，无出代志。酒后赛车伤害可能不只是家己，也可能是无辜的第三人。就算是中秋假期，也袂当酒后赛车。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有一桩50多年的青仔树，昨暝是熊倒去，去逮着2个民众，其中一个人脚阁断去。公所认为应该是树啊着被紧烂去，才会规丛拢倒去。救护人员赶往现场，甲得着这2个人赶紧救出，其中一个人正脚骨头断去，该送病院治疗，加在不要紧。原来是因为大青仔树向阳倒去，2个人走袂赴，才互树仔得着伤。伊这就是头拢后去啊，安尼吼，后去车磨了倒去啊，啊，这种就是拢拗了啊，了吼。代志发生伫7日暗时，南投市区的南阳路这座宫庙边啊，一丛5、6层楼这悬的青仔树向阳倒去，当时无风也无雨，家过路人拢惊一个。历史才知影讲受损严重，树仔甲宫庙厝顶缀歹去，也得着3台车，警方赶紧到现场来沟通管制。经消防队抢救后，经送医治疗，几次轻伤，均无生命危险。警方除封锁现场避免危险外，也已经通报市公所的相关单位处理。公所也赶紧派人来到现场了解甲处理，并且讲这丛青仔树虽然看起来叶仔也真清水，不过发现已经生像干嘛。今日开始有专家来医治，也是无效。我们会请我们的开口企业马上处理，现在已经在联络了，因为发生的是昨天在深夜的时候。公所讲，这丛青仔树树龄大约100年啊，这阵也有部分的残菌，是毋是有机会继续生长，也评估。不过风台这要到啊，会加速来清理，避免去影响到用路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伫咧大稻埕有一场音乐会，是要纪念望春风甲苏桂荣这歌经典歌曲的作词者李林秋，希望会当甲台湾传统的歌谣美丽继续唱落去。台湾经典歌曲《望春风》，由歌手朱玉信改编做无同款的风格。朱玉信嘛特别唱1933年李林秋上原本写的词。月娘笑阮戆大呆，咱原来是写月老，月老笑阮戆大呆，你体会讲啊，月老较厉害嘛，有无？除了《望春风》、苏桂红、宝破王等等的歌词，拢是李林秋的作品。李林秋的后生李修甘回忆，较早李林秋拢会伫暗暝配酒片夜来乡来创作。阮老爸就写好吼。伊过顶工哦，就念互阮老母讲暗仔听，因为你也知影古早吼，查某女性哦拢较无受教育，所以念无听，那伊感觉听无啥话就紧改。啊，我问老爸为什么爱安尼生？伊讲哦，这就是即摆咱现代的 marketing。现主时李林秋伫大稻埕的故居嘛，正做台北市的古迹当咧修复。筹备委员会甲大稻埕创意街区发展协会嘛，特别伫11举办纪念音乐会，传唱李林秋的作品。以前叫流行音乐，但是到了我们现在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怀旧跟怀古。就每个人听到这个以前的这些歌谣，台湾歌谣的时候，都有一种怀旧感。事实上，它是跟我们人跟这个土地的连结，其实它是有一个关联性的。周佩荣表示，希望更加侪人会使像李修甘同款，回头看家族的故事，了解家乡的历史。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关心国际消息，伫咧西南太平洋的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今日是发生规模7.6的大地震，已经有4个人死亡。对这个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讲，停车场的车拢陷甲真大力，会当看出迄当时地震的威力。根据美国的侦测资料，这场地震的规模是7.6，深度是50到60公里。当地除了有厝倒去、路逼开，阁有崩山情形，至少已经有4个人死亡。
男主巴布亚纽几内亚代表廖文德目前是回报讲，当地侨胞甲代表处的人员拢是平安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身，英国时间9月19日办国葬。当地时间11会甲女王的大厝送到爱丁堡，12下晡会送到教堂，互国王甲王室的成员守灵。伊个路途当中，会有真侪民众对此笑脸。在英国女王过身了后，英国新国王查尔斯3世7日正式即位，北京汉宫外口有数百名民众拢来祝贺伊。原本伫巴尔莫勒新堡内底对到女王的王室成员，包括被牵涉到性侵丑闻的安德鲁王子等，亲王王妃公爵这一人嘛穿着一身黑色的衫，行出城堡向民众致意。另外，为2020年3月以来都无同时阵出现过的威廉王储翁仔某甲哈利翁仔某，嘛因为女王过身，头一届同时阵出现伫温莎城堡外口，看到民众对到女王的话，翁仔某之间一直交流，最后佮做伙行向来悼念的民众，向民众致意。哈利翁仔某甲后生查囝脱离王室了后，住伫加州。翁仔某两个人真侪届表达对王室的不满，这届甲威廉翁仔某同时阵公开出现，嘛缓和了双方战争的气氛。除了民众对到英国温彻斯特大教堂甲女王在世时，伫肯亚知影接位的时阵，大的树顶旅馆嘛设置悼念台，互民众去对倒。We've been so moved by the public reaction to having the cathedral open. We just wanted to throw open the doors and make it clear that everybody's welcome to come in, and we've got books of condolence to sign, and people are sitting quietly or lighting candles. 女王过身了后，王室官员宣布要伫英国当地19举行丧礼，当地11会甲女王的棺材送去爱丁堡，预定伫12个下晡伫圣吉尔斯大教堂停灵24点钟，互英国国王甲其他王室的成员守夜。有个会有真侪民众沿道悼念，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中度风海梅花逼活咱台湾，扫落来这2天拜1拜2，就是离咱上晚时阵，沿海地区的风影会真大，千万唔通走去海边啊！北部甲东北部嘛会变大雨。咱这回来关心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27度。中部地区23度到30度，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24度到32度，外岛地区27度到35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